停一停，你係咪都試過成日食量驚人，或者經常口痕痕？今日小薯護士就同你拆解下點樣有效管理飲食。相信我，唔係你食得多，而係你個口痕。好多人下午茶食零食、朱古力，夜晚煲劇食幾包薯片，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控制到口痕呢？有，講到減肥，近年最 hit 就係瘦瘦針，又叫薩脂小藍筆。佢前身係醫院俾糖尿病人嘅針藥，原理係調節食慾，阻礙脂肪形成。但係一套療程要過萬蚊，仲要吉針，有副作用，所以隆重介紹 Co-Li-G GL Plus 控食瘦，同瘦瘦針一樣原理，但佢係保健版嘅口服膠囊，零藥性，無副作用，價錢仲親民好多。個秘密就喺呢個雙重控食素配方，控食素 G 同控食素 L， 有助減低飢餓感，瓜拿納加速燃脂，30種酵素排走宿便，輕鬆晒。臨床實證，過重人士食咗8個星期，有效減少肚腩同體重，唔反彈，唔厭食，唔依賴，呢個先至叫做健康管理人飲食修身法。記住，控食、燃脂、減重、強代謝，一盒搞掂。而家即刻去萬寧入手 Co-Li-G GL Plus 控食瘦，詳情同優惠可去按內文查閱。我係東東雲吞麵小薯護士，希望大家瘦得開心，瘦得健康。